在地人在地场来看北港，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北港镇，嘛推动这个镇内观光发展。北港镇公所呢举办北港十景网络的评选活动，入选北港十景的民众，除了讲有奖金通摕，参加投票乡亲嘛有大奖通溜。为着民众更加了解北港，同时将观光景点推广给全国乡亲，北港镇公所举办北港十景网络的票选活动，为了让乡亲们更加了解北港的在地特色的景色，也可以推荐给外来的游客，所以举办了这一次北港十景网络甄选活动。这摆活动，民众当将介意的景点或者相片写说明，投稿予公所来做第二阶段投票。若是有入选，得当摕到奖状含奖金，投票乡亲买当参加抽奖。之后会参加脸书的直播抽奖，奖项有丰富的扫地机器人，还有除湿机。活动的投稿时间到1月初7结束，投票是到1月初8煞。民众当上北港镇公所网站查相关的消息。